你还阁感觉会寒是一个真大的恩典啊！总是吼嘛是感谢上帝啊！一方面，我来甲咱身边的孩子姊妹讲，爱穿好小哦，来甲伊讲，爱穿好小哦爱穿好小对啦，我是讲遮穿好小尔，咱阁有讲爱阁食饱嘛，好来，谢谢，感谢这位恩典，这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日子今日透早的时阵，含一寡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去殡仪馆送咱迄个敬爱的庄中福老先生，伊是咱的慕道友，有来过咱教会几摆虽然是安尼，总是咱的兄弟姊妹犹原三甲做伙为着家属同齐来奉献一份关怀甲疼痛，这是一个真大的祝福就是互上帝的疼透过咱逐个人三甲做伙来分享来关怀。咱也特别伫做面前来感谢，因为上帝存留咱的生命，毋是干那互咱活的。上帝存留咱的生命，互咱活的，互咱会当祝福人，互咱搁较是会当行使上帝的天国的权柄，咱见证上帝。所以人活的有三种的恩典，第一就是伊的活命得到延续。看见上帝所做一切奇妙。第二，伊会当行使上帝国的权柄，所以咱会当对着祝福别人，变做行使上帝国的权柄，来改变一寡代志。上帝的心意伫教会内底，所以咱行使上帝国的权柄，咱会当改变一寡代志。第三，咱活的就是甲上帝见证出来。所以这是咱活着的存在的意义，甲上帝所赏赐咱创造咱的目的。圣经安尼讲咱若是将上帝见证出来，咱就是真正是属伊的子民。所以咱感谢主，咱为着咱会当今仔日继续受上帝的祝福，存留伫这个地面上。咱一方面为着咱家己身体健康、灵性的活泼来感谢。一方面，咱仰望上帝，继续互咱行使上帝国的权柄。第三，咱求上帝继续路用咱，互咱将上帝的荣光见证出来。咱就三甲为这三项代志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祈祷，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怜悯真多，阮的快乐甲帮助，因为你的。慈爱比阮的活命搁较好，是因为你的慈爱，阮受存留到伫如今。主，我们感谢你，赐阮伫教会所有亲爱兄弟姊妹。虽然伫这个凉冷的天气，但是每一个人有这份听主你的心，主回应上帝你的疼痛，同齐做伙伫这所在来见证，来甲上帝你三甲做伙连结。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堪得。接受一切恶乐敬拜甲尊荣，天顶地下独独你是上帝，我的活命对你所来，我要感谢主，因为你实在是恩待我，特别你是恩待我，无照着我的过犯待我，乃是用你极大的怜悯疼痛，听候我回头。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无论经过的日子怎样，上帝你讲，你的恩典教也原用，你用你公义慈爱怜悯的手来扶持阮，存留阮，互阮会通伫这个地面上来见证上帝你的名。所以，拜上帝，阮来感谢你，因为你应允要甲阮对着罪恶中救出来，因为你的囝儿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拯救，就是活命，就是道路，就是真理。所以，阮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阮会通活伫主你的面前。主，阮仰望你，继续施恩怜悯，施恩伫阮的身上。不但是互阮干那活的，乃是佮叫阮会当行使上帝国的权柄。照你所应允，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大事，特别真侪贵重的器具，互上帝你所录用。来见证上帝你的名，是阮感谢主，你互阮口唱心和，互阮伫心灵甲真理内面来敬拜你，就是照着你应该受的敬拜。主，阮靠着基督的血，
靠着赎罪的礼制，愿进入到被上帝你的面前来，愿会当伫生活当中，因为尊敬你的话来得到荣光。我要感谢你，愿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你继续使阮怜悯赐福伫阮的身上，为着阮今仔日会通搁再一届进入到伫上帝你的殿中。主，阮感谢你，阮献上而乐，献上敬拜，求你也伫你家己的疼痛甲怜悯当中，临在阮内面，临在阮当中。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个人风险柜的风险编号的位置，明年将会有一寡做调整，请兄弟伫年底将个人风险柜的收据，也是风险地顶，着带走吼，甲着处理，多谢各位兄弟的配合。第二，教会明年度月历有剩一寡数量吼，以每一份60块来售出吼。若有需要的兄弟会当购买转赠送予迄个亲友。第三，感谢主恩典，恭喜杨千怡姐妹将伫今仔日下晡伫圣安圣教会受洗归入主名，愿上帝赐福伊伫主的听，一同成长，进入属灵大家庭。第四，12月20礼拜三暗时7点半，台南 YMCA 合唱团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韩德尔神剧《弥赛亚：爱与和平的呼唤》。当日教会祈祷会将暂停，一同前往影响，敬邀兄弟踊跃参加这个难能可贵的演出。第五，12月24，圣诞主日将举行圣餐以及洗礼式，敬请兄弟有备心共修圣餐纪念主，并为已经报名受洗的受洗者守望代祷。受洗名单有黄文景、叶天树、朱寻道。第六，年度跨年祈祷会定伫12月31日礼拜日暗时9点半至过灯早仔的0点10分举行，敬邀各位亲爱的兄弟一同来孝顺上帝赐予咱一整年的恩典，并一同仰望上帝赐阮带领未来新的一年。阿门。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伫主的内面，拢蒙受了真大的恩典，咱就用感谢的心来到入伊的殿，进入伊的营屋。咱招待人工人外口遐空空空空，咱就把门先关起来。好，就是那个，如果这样子的话，再做一下这个动作，谢谢。好，咱就学了，阿门。阿门。请咱起立来颂赞咱的上帝。Oh
献上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学了你的性命，上时阵我知影你圣灵性命有亏力，我求你来充满我，充满咱每一位，因为靠着主灵，咱才会当做这做迄，拢都是靠着伊。哈利路亚。徛伫原所原地踏步，就无通得的进步。咱若真的烦恼，咱的生命也因为这样会枯萎了。求神帮助我们，咱为着家己来祈祷。用声来甲上帝求，为伊的大手牵着咱的小手，继续行人生信仰的道路，是一个精神的、活泼的、有气力的、有活命力的，这就是咱的信仰。哈利路亚！上帝啊，你也讲，我哋心里常常更新变化，唔通效法这个世界，也常常甲家己献上做，将做偌济。你讲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上帝，我望我这个祭物是圣洁无瑕疵的，求你予我的灵伫你面前常常清气。哈利路亚！我的心欢喜，徛伫你面前。无自责，
无受罪的捆绑。你面前欢喜敬拜祝福，互我的嘴唇常常发出娱乐的果子。哈利路亚，多谢你，这是我的祈祷，这是我的祈祷，这是我的愿望。我的心只有你，我的灵靠我你，我全意献给你，用全心爱着你，要像秋天爱你，轻轻讲我爱你，我的心，我的主，我恩望亲近你。就爱我，管爱我，予我灵的原野，就爱我，洁净我，认识我，就爱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你，主啊，充满阮大家。就爱我，管爱我，予我灵的原野，就爱我，洁净我，认识我，就爱我，滋润我，予你听来慰藉我，我一生，我一生想你，是我要你宣告。我一生，我一生想你，搁再宣告讲。我一生，我一生想你。哈利路亚，感谢上帝的听。哈利路亚，常常满满在你当中。好，咱要我可以就无烦恼，我可以就无烦恼。阿门。在寒冷的天气当中，上帝希望甲咱做伙，阿门。咱就用音唱，用拍拍啊，让咱身体全身都发热发光，
哈利路亚！咱要感谢主，伊要听咱的祈祷。哈利路亚！我爱听主的声，伊轻轻地叫我，叫我最后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伊轻轻地叫我。来祈祷，有啥无啥，上帝拢知，伊拢在听。有时阵咱心灵软弱，有时阵咱唔知要安怎行，咱就一定爱甲主起调的，请咱一声祈祷。哈利路亚！我若为着兄弟姊妹有信心软弱的，求你的扶持。伫阮敬拜当中，你手所犯大困难，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前，着敬拜着学了着开声祈祷的时，主啊，你的灵要充满阮，因为你要互阮的信仰搁再一摆靠你徛在，着听着你的声讲，着向前行。你的手术的智慧，互我赢过世界一切引诱。主啊，我要听你的声，主爱的声，甲我维系伫你的大厅堂的内面。主啊，多谢你，我爱听你的声。毋是听魔鬼的声，你甲我要甲魔鬼讲出去，伫我内面无困、无权、无纪念，我就是要听你的声，对你的脚步来行。多谢你听阮逐个人伫你面前的恳求，多谢你阿兄听阮的祈祷，靠主的圣名。我爱听主的声。最刚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美丽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
用温柔手看我心的爱，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的祝福。希望上帝，你亲自牵阮的手，行天国的路。伫阮软弱的时阵，你鼓励阮；伫阮做毋对的时阵，你原谅阮；伫阮骄傲的时阵，你拿查阮。每一个时刻，你用你家己慈爱的手扶持、教示、引带，互阮会通伫你的话语当中徛在。你是主。永远听从的主，你是主永远救赎的主，你是主存到世世代代永无改变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从，阮若倚靠你，阮就无惊吓；倚靠你，阮就免烦恼。主啊，阮实在是感谢你的听从，互阮今日会当搁再一届甲正天赛同齐徛立。侍奉伫上帝你的殿中，主愿所以继续仰望你，互你家己慈爱的声，阮的心灵来讲话，互阮斟酌听，互阮听到你慈爱的声，引带的声，公义教示的声，叫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互阮活出上帝国儿女的款式。感谢主，将一切颂赞、恶乐、荣光归于你，也用你圣灵继续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会当显出上帝国君尊祭司的权柄，会通活出光明儿女的样式，互人对着阮看到天父上帝你家己，也因为安尼，互上帝你欢喜悦纳。见证阮，互阮将家己完全奉献予你。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啊，这请坐。咱继续要来。上帝的话，第51篇，来启用上帝的话。上帝讲，咱着怎样，迄定着怎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迄毋是一个选择，是命令。所以我等下会拢讲着怎样，着怎样。兄弟啊，我掠上帝慈悲，劝恁将家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着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只着经心意更新而变换。互恁测验什么是上帝善良、顺全、通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予我的恩，对恁逐人讲，毋通看家己过伫受着看的。爱照着上帝所吩咐逐人信心的大势，看得合乎中道。正亲像咱有一个身躯，也有真侪机体。机体毋敢拢是一共款的用处。咱有这真侪人伫基督内面成做一身，互相联络做机体，也是安尼。听人毋通虚假，
恶爱厌恶，善爱亲近。听兄弟着彼此亲热，恭敬人着彼此体谅。殷勤毋通变单，爱心内火热，定定服侍主。着到喜乐的人着同乐，甲哀哭的人着同哭。着彼此同心，毋通志气悬大。颠倒爱扶助卑微的人，毋通家己掠做聪明，毋通以恶报恶。正人掠做水的代志，爱留心去做。阿门。阿门。感谢上帝话，继续咱会用听上帝话来敬拜。谢谢。感谢上帝的听堂，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天气冷冷，就请我小，甲伊讲一个来。阿门，感谢主。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虽然天气凉冷，总是咱亲爱兄弟姊妹听主的心是上帝所悦纳的。就亲像今日牧师娘引带咱的讲，就爱心内底定定火热，定定服侍上帝。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虽然伊是上帝的命令，总是搁较大，你会发现每一届咱奉献，咱家己来服侍上帝的时阵。其实，迄是一个真大丰盛的恩典甲祝福。你会发现，愈侍奉上帝，就会愈甘甜。所以，伫上帝的听内底，咱会当三甲做伙，同齐安尼来敬拜、来服侍。咱伫主的面前，虽然对着年日经过，一天一天安尼经过，昨个时阵，我有听到咱这个国语堂吼。是有缘协助，咱伫这个城安圣教会开拓段淑萍姊妹，伊伫昨个时阵来离开这个世间，倒转到上帝的身边。心中我有真侪毋甘，因为差不多才50通岁吼，51年吼，所以就是那咱兄弟姊妹，可能咱较熟悉的是段太太，就是青霞姐，就是伊的查某囝，所以第2个查某囝，所以也是真毋甘。了早起时仔的时阵7点通的时阵，咱有一群兄弟姊妹因着疼，所以三甲做伙去送别，这个来咱教会几摆的这个庄中福老兄弟。伫上帝的恩典内底，伊安尼伫病痛中来安息，所以咱今仔日早起有真侪这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去伫迄个所在，甲因关心安慰家属。虽然是无道友，总是我相信每一届咱即款愿意，因为上帝缘故，甲咱的时间、活命、关心分别出来的时阵，这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一个性别的生活，神圣属乎上帝意爱的代志。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感谢伊的听筒，也感谢所有亲爱的兄弟姊妹，无论是过去陪伴淑萍姊妹，还是今日早起来送别这个中福兄的，上帝拢亲自纪念你圣洁美好的活命。搁再一届，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赐阮伫阮当中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筒，上帝啊，你互阮存留伫这个地面上的日子，期待阮会当活出上帝儿女的款式，因为万物拢还咧吐气，因为听候阮这受选的后生查某囝，阮会通一日真正是恢复。起初，上帝你伫爱殿园创造阮的荣光，因为阮也得到救赎，
万米，也要因为阮得到救赎。上帝，阮所以仰望你的疼痛。可在一届，阮今仔日伫你面前自责的时阵，恳求你对阮讲话，恳求你对阮讲话，恳求你对阮讲话，互阮伫这个世代无比较亲像伫以利的世代同款。以利迄个世代内底安尼讲，迄时耶和华的言语真少，人无定定听到上帝你的话。主啊，今日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听到你的话，互阮尊敬你的话，互阮见证你的话。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同心来上读诗篇141篇。咱来读全首的诗篇，同齐做伙来上读，请。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求你紧紧临到我这里。我要求告你的时阵，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祈祷哪像陈列伫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哪显暗者。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嘴，保守我的嘴。求你无互我的心偏向邪恶，致到我甲作孽的人同行歹代，也无互我食因的美食。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做仁慈；任凭伊责备我，这算做我头壳顶的油膏。我的头无要闪避，伫阵惊歹的时阵，我犹原要祈祷。因的审判官受等伫严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阮的骨头散伫亡布边，亲像人犁残白地的土角。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毋通将我放伫孤苦。求你保护我，脱离歹人为我设立网罗，甲作孽的人的圈套。愿歹人落伫伊家己的网罗，我却得以逃脱。阿免。人生内底有真侪咱的经历，有时阵咱会伫无共款的情境内底做代志，咱会讲真侪话，咱的嘴会讲出真侪无共款的话，有好听的话，有无好听的话。了后，咱会伫当中，伫这个世代内底，大概咱嘛会通看到一寡代志。有个人讲，你爱定定练小话哈，特别你若是愈来愈年长的时阵，咱的口中毋好无话无句。人愈无话无句的时阵吼，头壳长细会愈来愈定去。日本人讲做阿达玛恐惧力。就是伫个所在袂顶袂动，所以呢，定定讲话会帮助咱。所以你若定练小话哈，练小话毋是讲安尼起笑咧讲的话，是讲讲一寡含糊讲一寡笑亏所以呢，就有人讲当练小话。有一届我拄到一个牧师，迄个牧师甲我讲感谢上帝，我阁会当活着看到你实在迄个牧师足少年伊的意思毋是讲伊还阁会当活着，伊是讲牧师你也活着，安尼是无啦嘿。所以就是讲练小话你会当定减少人的忧郁，增加快乐。所以若是散会了，毋好赶紧转去，有时间就留伫迄个煮饭咖啡，伫遐聊泡一咖啡的，练一寡小话，安尼你的生活会继续快乐。但是有时阵讲话讲了毋对的时阵会造成非常的压抑。甚至有的时阵会造成伤害，所以呢，讲话的时阵斟酌宁可练小话，毋好讲毋对话。这有的时阵但是要讲毋对话真容易，原来讲毋对话总是呢，讲毋对话，我抑阁会当补救，爱勇敢讲几字咱的生活内底有6个字爱定定讲，请，多谢真歹势。这6句话爱定定讲，6字爱定定讲，请，谢谢真歹势
爱定定讲哦，所以讲唔对话的时阵，爱定定讲真歹势哦，唔免得，所以伤害有可能会造成，但是爱定定补救哦。你敢知影是安怎吼？这个文具行吼，因会出一款物件，或者橡皮擦、漆糊啊、鉛笔糊啊，有无？就是咱会做唔对嘛，所以我们才会做出鉛笔糊啊。人若甲做袂对，我是讲鉛笔糊啊吼，成力阁足好。安尼表示啥？表示咱人会定定做唔对嘛，所以吼毋好伤苛刻。上帝都无遐苛刻咱啊，咱哪会遐苛刻别人咧？哦，当然我的意思毋是讲哦继续做歹，我的意思是讲爱定定原谅，互相原谅。搁再来，咱若讲合宜的话，事事拄啊好的话的时阵啊，咱就会去安慰，有法度去鼓励着人，去提升人的士气。哦，规个气氛会当好起来。总是呢，诗篇141篇，代表你讲，上帝啊，我要伫你的面前祈祷。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求你紧紧临到我遮来。我求告你的时阵，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代表我毋知影伊年老的时阵有练消话啊无？检查伊嘛捌讲毋对话，做毋对代志。但是伊嘛定定鼓励人、扶持人、坚固人的心。少年的时阵啊，伫迄个时，当歌利亚来讨战的时，无人敢应伊。但是伊讲合宜的话，伊讲咱是安怎为着即个非利士人来耶和华的军队讨战，咱就惊吓呢？了后伊去甲歌利亚讲这话，讲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但是我来攻击你、击打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所以伊讲的话，鼓励、安慰、提升士气，赢过受敌，这是一个合宜的话。代表伊伫这个时阵，伊讲：上帝啊，我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我斟酌这个代志。所以伊谦卑，伊甲上帝对坐，伊将家己奉献予上帝。伊知影伊的人生内底，伫伊经历遐尼侪代志的时阵，伊知影一项代志：上帝啊，我甲你同行，是我人生上界重要、上界重要的代志。所以呢，物件会通乱食。总是话唔通乱讲。古早人讲一句话：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意思就是讲，一句话若是讲了好势，咱就是3年的冬天内底啊，伊个敢若悠然感觉非常的温暖。你捌互鼓励过？你捌听人对着你的恶乐，你会定定记牢迄个人，伊一句话内底，互你感觉这3年来你拢非常的温暖。总是歹话会伤人，虽然6月遐尼啊热，但是安怎？你安尼感觉冷冰冰啊？有人安尼讲啊，天寒毋是寒，心寒才是寒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紧守、保守咱的喙、咱的口。代表伊向上帝祈祷，伊做一个圣别的祈祷，伊的祈祷的话是甲上帝三角对坐，伊毋望会通活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路用伊。这个圣别的祈祷，重点是伫伊要怎样会当活出，甲这个世间人、这个败坏的世界无共款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代表伊伫咧所在，着上帝讲：上帝啊，求你保守阮的心、阮的喙。第二，伊讲求上帝你帮助阮。虽然有一寡人因掠做家己非常的公义，但因的公义是掠着家己的好去算断别人。上帝啊，若是拄着这款人的时阵，求你，互我永远会当吞落迄个声音，互我无发怨言，互我会当伫主你的话语内底得到平静稳定，因为知影你是公义的上帝。第三，上帝，我坚定心志来仰望你，因为知影这样代志。人应该得的道理，毋是家己的判断，是上帝你将其落尾来数算人的一切。所以，甲上帝祈祷，伊的祈祷内底对着第1节到第2节，伊讲：耶和华上帝，我要求告你。到第2节是讲：我举手祈祷，亲像献暗祭。咱当斟酌注意看，伫这2节的经文内底，伊连续
就干来用到3摆的祈祷。上帝啊，我向你祈祷，我求告你，我求告你，我举起手来祈祷你。这是一个完全谦卑幸福的态度。这是一个伊知影，伊的人生若无上帝，伊就无法度搁继续活落去。亲爱兄弟姊妹，真侪时阵，咱其实是身躯咧震动，但是咱的灵魂已经死去啊。所以代表你知影这样代志，上帝，我若离开你，我就无影是咧活。上帝，我若是离开你，我就无咧活。所以伊真明白这样代志，伊迫切向上帝求告。求告上帝是一款甲上帝连结亲密关系的表现。你怎样爱上帝？你怎样爱一个人？你怎样爱一项物件？你爱一个手机啊，所以你一日干拢家背，一直家背，一直家录用。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定定陪伴伊，甲伊三甲做伙佚佗、食饭。你爱一个人，你就会关心伊，为祈祷，为伊守望。你爱上帝，你就会甲上帝连结，迄就是一个亲密关系的表现。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能真正来显出这款对上帝的疼痛，求告上帝，甲上帝连结，产生这款亲密的关系，咱就会同齐做伙经历甲上帝的亲密。第39到第40讲，耶和华上帝求你禁止我的口，保守我的嘴，互我无食因的美食。有啦，咱谈拄则讲过，咱的嘴就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内底就是讲话，另外一个功能内底就是食物件。总是伫这所在，伊讲求上帝来帮助伊。伊讲你禁止我，求上帝你保守我，求上帝你无法互换错去。这当中第一个是禁止，就是完全拢袂当；第二个是保守，就是固条咧，互伊伫迄当中会当得到正确的使用。第三是啥？换错去。所以有三个赞处：第一是完全拢总无；第二是正常；第三是换错去。亲爱兄弟姊妹，咱应该停留伫这个部分，求上帝保守咱，毋是禁止咱，是保守咱。保守的意思，毋是讲啥物代志拢总无做。保守的意思是应该做的做，无应该做的无做；应该讲的讲，无应该讲的无讲。所以大笔伊伫个所在讲，上帝求你禁止我的嘴，互我无讲换错的话。但是求上帝你保守我的嘴，互我讲应该讲的话。有的时阵应该讲的话，无一定会好听，无一定会好听。真侪时阵都是安尼。其实啊，像我今年已经60岁啊，了的时阵吼，有的时阵吼，你会听到啊，妈妈吼已经80外，85、86啊啦嘿。了的时阵吼，你就听到，虽然吼已经60外，伊嘛会安尼甲讲，啊衫有穿咧无？今仔日足寒，啊衫有穿无？有的时阵吼，咱年长的时阵会体会到父母的心，但是少年的时阵吼，安怎哦，规三斗火你敢若吼，啊定定若咧讲的时阵，啊衫毋穿咧，你安怎压杂有无？吼，有够烦的呢，嘴毋敢讲啦，心会想啦。哦，所以好正确的话，无一定会好听。哦，啊有的时阵吼，你会看到吼，迄都有血糖较悬。了先生吼，还是太太甲咱讲，啊这毋好去食啦，食济尔，你管遐济，管遐济。哦，所以哦，我要气死，安尼听无？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讲应该讲的话。哦，咱讲应该讲的话，别人要听毋听，咱毋是甲伊限制，咱是甲伊提醒。你将其落尾将选择权放互伊就好。哦，咱甲伊提醒，选择权放互伊。哦，啊，就是有的时阵哦，讲就好，啊，毋好讲哦。我讲伊是爱你好啦，爱若要食食的哦，啊，血糖哦，若遐悬有一工你啊断脑筋哦，碎在你啦。哦，哎呀，
你后壁食就免讲啊，知无？头前你啊讲一下，安尼就好啊。讲啊，食较少咧，哦，也是哪会当就忙食，哦，迄遐尼啊甜，啊讲一下就好啊。啊，后壁遐就免讲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因为到伫落尾吼，咱若讲了过头了呐，咱的心就会偏向邪恶。原本是一个好意的提醒，但是终其落尾，因为咱口出恶言，所以变做是一款无好的酸汤。原本哦，你甲我讲哦，啊食较少的，也是莫食，我可能已经接受啊。结果你甲我讲哦，食这哦，你也长脑筋哦，你碎在你啊！哦，好啊，我本来无要食，互你讲者哦，激气要食较济咧，我死互你看。哦，亲爱兄弟姊妹，你着，这就是吼，咱人吼。真容易偏向邪恶，所以活命内底爱真足。有的时阵吼，啥物拢无做，比你咧做啥物更较重要。无振动的铁基路，才有法度承载走足紧的火车。所以铁基路吼爱坚固，你的话语爱坚定，爱正确真实，安尼你就有法度去面对着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代志。你毋免伫迄个所在，含人伫遐车磨饼，该咱做去做，无应该讲的话，就该停掉咧。迄就是咱的定性，迄就是咱的定着。咱言语的喙，心中所充满的口就会讲出来，做戏的会讲戏话。所以呢，爱真斟酌即个人，也真斟酌咱家己。平常时。咱的话语有信息无？就是咱有安尼讲，咱有法度做会到无？毋通咱有的时阵啊，话讲甲非常的满，讲甲非常的满。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定定讲话拢讲甲足满，或者彼得。彼得吼，见拜讲话拢讲甲足满的，满甲若101%。但是咯，尾下的时阵啊，真正是啦，立地个老切切。所以呢，讲话的时阵莫讲见，啊，一个人若定定讲话拢做袂到的时阵哦，咱得爱真斟酌。伊虽然有热情，但是咱爱看伊，伊是敢若有热情，无亏咱，也是一日敢毋敢若讲喊过，吼，讲迄个13天地外，安尼即个人得爱细腻，因为你定甲做伙的时阵，你得了解伊，到伫落尾，伊就是敢若会当连销话，袂当做朋友的人。哦，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面会当毋对，会当真斟酌。无论咱怎样，咱爱细腻讲，讲毋对的话，无论有心也无心，通常到落尾拢会伤着人的心。所以真斟酌咱的话语。啉食的喙内底，你会看到，有的时阵同齐做伙啉食，就会变朋友。所以你含一个人定定做伙食饭，含一个人定定做伙，伊就会变朋友。但是，遐朋友到底引带咱对倒位去？代笔伊邀请宫廷内底遮文武百官，伊邀请伊家庭内底百姓，同齐来敬拜上帝，仰望耶和华上帝。但是诗篇第2篇讲啥？世上的君王同齐做伙，同齐起来抵挡耶和华以及伊的受膏者。所以，咱人做伙，咱的期待有一个归属感，总是爱真斟酌注意，咱是归属伫倒一个团体，咱是归属伫什么所在？这个人，主耶稣讲，歹人嘛有伊的好朋友。总是咱爱真斟酌的是，咱同齐做伙斗阵的时，咱是咧做什么货？心中有上帝。人生才有未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伫伊的厅堂内底三甲做伙。箴言内底对着这样代志提醒我的囝，歹人引诱你，你毋通随趁因。因若讲你甲我做伙同去，要埋伏老人的火，要跍落来害无罪的人。阮亲像阴间，要甲因活活吞落；因亲像对落坑的人，互阮囫囵吞了。我要将着逐样的宝米。将着所掠来装满房间，你甲阮同齐三甲分，咱同齐用一个皮袋啊！亲爱兄弟姊妹，这人安怎样？
因邀请人，因加群，因结党，因邀请熟悉真侪真好的朋友，但是安怎做歹代？这个过程内底斟酌注意，圣经伫这个所在，大声讲啥？随同对去，对是行伫后壁，搁再来是安怎？同齐是安怎？两个做伙，原本是对后壁，到尾呢，肩并肩，两个同齐做伙行。到伫落尾的时阵安怎？咱同齐做伙去抢，阮将抢来的。安怎？甲你做伙分，这是起头，但是落尾是啥？你甲阮做伙去抢，有无？所以头先是对伫后壁，尾也是同齐行。头先是我分互你，尾啊你甲阮做伙去抢。犯罪的过程袂一时啊马上变安尼，通常拢会就我甜汤互你啉，啉到落尾变做毒药。所以求上帝互咱明白，咱同齐做伙的时阵，到底咧做啥物伙？毋是一个团体闹热就好，咱爱真斟酌去注意，究竟这个团体咧做啥物伙？今仔日教会圣诞节后礼拜、规礼拜拢总是圣诞节。亲爱兄弟姊妹，咱咧庆祝圣诞节的时阵，是互咱欢喜，还是干那互遮的无道友欢喜？是人咧欢喜，也是咱含上帝三甲做伙欢喜？耶稣基督降生，无应该只是干那送礼物。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拍开心门，互主进入咱的内面，互耶稣基督诚侪咱人生上界大的礼物，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咱就同齐三甲做伙。圣经伫这个所在箴言，这个妈妈讲：我的囝，你唔通甲因同齐行同款的路，禁止你的脚行因的路，因为因的脚奔跑做歹，因老人的血。到伫落尾，贪人钱内的这个心，得夺去得到财利者的性命。你斟酌注意看，这当中是啥？禁止，唔好下面讲话，连下面讲话都莫讲话。了后怎样？唔好行同款的路。禁止了奔跑了安怎急速？有无？你有看到这个犯罪过程无？头先伫这个所在，伊家禁止，但是买手的时候，你会看到啥？这个人因是咧奔跑。并且愈走愈紧，到尾安那看到迄个，咱伊安怎我若袂动呢？打动啊打袂掉。古早人讲下句的袂论得少，但是呢，这呐看到有钱，无抢啊，唔甘愿。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伊就是安尼一个一个一直落，将其落尾，圣经讲，伊就流着家己的血。伊害着家己的命。你捌去看到迄个电影、电视嘛？是捌安尼做。遐互掠去关的人，到伫落尾，伫迄个判刑的时阵哦，伊甲因迄个同伴讲，拢骂你。了后时，迄人讲，你毋通安尼讲哦，啥物你拢骂我？我当初敢有举刀仔甲你压掉咧，是你家己要对阮做伙来呢。你讲，你若莫甲我叫我会来，啊，你会当家己选择啊。终其落尾，咱拢啥？人生是咱家己选择的。所以到伫落尾，这个贪恋财利的夺去得财的人的性命，所以咱贪什么货，到尾手咱就会死伫遐的顶面。圣经讲，世界所有物件拢是照咱用，唔好过头贪心，有够就好。这个意思唔是讲咱看破世界，这个意思是讲咱爱特先来使用遐物件。唔好将着遐物件，甲伊当做咱的神明。天顶地的独独耶和华是咱一生爱追求的，其他的拢是暂时的过客。求上帝，互咱会通明白这，所以来同齐做来读一句话，请：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发出。所以咱心思意念。即马世界虽然有苏联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有哈马斯甲这个以色列的战争，但是你知影，人生上界大的战争是伫你的心内底。你的心安怎想，你就会变做什么款的人。求主帮助咱明白。
了的时阵，代表伊有即款的祈祷，了伊做了另外一个代志，伊向上帝讲：上帝啊，有一寡人因掠做因家己真公义，因若摕到啥物代志，就举一支手，伫迄个所在定定甲人量。廖牧师，你路吼行了有了换带去哦，毋若换带足济，了后佫行。哦，牧师你今仔日安尼讲毋对哦，你斟酌注意这个代志。牧师你哪会安尼？遮晚佫毋困啊哈！你安尼明仔载爬袂起来哦，伊就定哦摕一支手四界去甲你量，讲一句话就毋对啊，行一骹步嘛毋对，人拢我都甲咱找出毋对。即个人掠家己做公义。伊虽然明白真侪上帝的话，但是伫当中呢，会伫安怎样？伊无家己无遵守上帝的话。你斟酌即个人伊安怎样啊？圣经讲哦，第50讲，虽在义人击打我，啥物哦？这虽在义人击打我呢？第50讲虽在义人击打我，但是第60讲啥？因的审判官受担得伫严下。所以，这个义人是啥物义人？毋是真正的义人，是家己掠做家己是公义的人。圣经内底有一种即个人，或者法利赛人、文士，因伫即当中真够讲人的毋对，但是家己呢做的原来无好。因敢若爱人遵守，但是家己做袂到。但是别人若有啥物款闪失，伊就伫个所在，甲伊指责、甲伊骂骂。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即个物件就是，任凭义人击打我，主耶稣基督讲，圣经伫即个所在，代笔会祈祷讲，若是有即款自掠做义，认为家己就是公义的人，伊安尼来击打我的时阵，上帝啊，这算作是仁慈吧？安怎样讲呢？因为透过伊来指责我，虽然因做袂到。但是我无学习因做袂到，上帝，这算作是仁慈，是你对我的仁慈，因为你疼我，所以你借着因来指正我，来规正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斟酌注意，人之所以批评别个人，大多数拢是因为因家己自卑的心理咧作怪。这个定定批评人，伊上界大的错误是。企图借着来甲别人打伫下骹，来提升家己。但是，亲爱兄弟姊妹，你得斟酌，咱得斟酌，这项代志是啥物货？我今仔日将阮全班第一名迄个人，我就是甲伊讲互伊死，我敢就会变做第一名？袂啊！所以咱爱斟酌，咱的心是安怎想，咱是安怎拍算。圣经伫这个所在，代表讲上帝，我毋是安尼。当别人伊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设施若是我有做毋对的，就是遐口中有仁义道德的人，但是伊家己虽然嘛做袂到，总是伊来指责我，伊来批评我的时阵，上帝，这算作是你对我的仁慈，因为安尼我永远会当对着。毋对的所在行过来，主要所对着学生安怎讲？法利赛人的话，恁着听，总是因的行为，你毋通效法。所以咱求上帝，互咱会通明白。到礼拜四的时阵，有一位牧师来到咱教会，这个蔡牧师啊，伊伫迄个所在啊，因为咱教会伫礼拜四的时阵有。一寡牧者同齐做伙伫遮祈祷，大概有20-30个牧师伫遮做伙咧祈祷。了后呢，即摆邀请蔡牧师来咱教会伫这个所在来分享。蔡牧师呢伊就讲一个伊的见证。伊讲伫因教会附近吼，有人就看到因伫教会咧服务社区做啥物遮代志。以后时阵，就有人可能毋知是怨妒，还是安怎样，还是去安插掉，还是安怎。总共呢，无咱样，总是呢，伊甲因牧师甲牧师娘的相片哦，安尼甲伊翕咧，了后搭伫电话顶后，搭伫墙就伫迄个所在哦，骂讲哦，这牧师哦来阮这所在乱的啦吼，这信耶稣哦是邪教的啦吼，总是呢伫迄当中哦，伊讲安怎样？伊讲哦，
伊无去甲迄单吼，甲伊拆掉，因为知影上帝知影这个代志。若要照圣经来讲的时阵哦，这或者堪得为着上帝名来受辱、受侮辱，上帝也纪念这个代志。总是蔡牧师，我感觉对伊当中所讲的，我感觉伊是一个真正足谦卑的人。伊讲一句话，牧师娘甲我讲啊，我感觉听着即句话的时阵哦，我嘛是感觉，这个人实在是真谦卑。是安怎讲伊谦卑呢？伊讲哦，当然我嘛是有想要去甲伊拆掉啦，毋过我想吼，迄可能念足暗的吼，若拆袂掉啦。所以是一个真诚实，圣经讲啥？只有这真以色列人心中无诡诈。其实咱的外面有软弱，但是咱毋免惊咱的软弱。咱的软弱有主耶稣基督明白，也当体谅咱，咱就互相扶持，彼此坚固。所以伫咱的外面内底，你看看，虽然有周围的人对咱有攻击。总是你的心毋好烦恼。面对敌人的攻击，若无你就是伊总是这个人会当恬静，若无伊就是软正，若甲无伊就是知影上帝咧掌权，所以伊就无惊吓。亲爱兄弟姊妹，人若无自我修习，上天就自然会修习人。这是我伫网络内底看到一句话，毋是基督教的话，但是是基督教的真理。总是基督教的真理内底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上帝伫这当中安怎？人若无自我修习，中其实阁有一句话：人若无自我修习，上帝的怜悯等候，将其落尾，上天才会来收拾伊。外邦无救恩，但是基督内面有救恩，所以咱的确也得安尼彼此相疼痛、相照顾。来，对不起，帮我播一下，这个吼，你了看一下，哦，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是最近才发生的，是这个吗？不是，这是广告呢。哦 ，OK， 这拍摄，好来，声音开一下，谢谢。有没有声音？好，谢谢。Kurtulsanız vicdan azabından kurtulamayacaksınız. Vicdan azabından kurtulsanız tarihin azabından kurtulamayacaksınız. Tarihin azabından kurtulsanız Allah'ın gazabından kurtulamayacaksınız. Hepinizi saygıyla selamlıyorum. 好，来先听的这个所在，这是土耳其吼的一个国会议员，伊咒骂以色列会受到真主的刑罚。了议员的心脏病就发作倒伫涂骹。亲爱兄弟姊妹，咱要真斟酌注意这个代志。这代志会有真亲像歌利亚来咒骂上帝。有个人讲哦，伊是伤过激动啊，但是我无认为是安尼。你斟酌看伊头前的时阵，伊咧宣读遐个话的时阵，伊敢有真激动？我看伊的表情无激动，我看伊的表情是安怎，非常的不屑。咱今仔日个时代内底，咱爱斟酌注意看这样代志。我毋是讲以色列就是对，但是毋好乌白骂耶和华上帝的名，求上帝帮助咱。好，继续来拉回去，好，拉回去，就这样就好了，谢谢。咱继续来看，伫上帝对咱来讲，你咱毋好动毋动吼，就伫迄个所在，对上帝发怨言。当咱发怨言，当咱批评上帝的时阵，
咱爱非常注意这样代志。迄个时阵，咱就是已经甲家己压悬超过上帝。意思就是讲，上帝你安尼做毋对，来换我来做上帝。所以求上帝，互咱会通明白这个代志。所以代表伊伫个所在讲，上帝啊，虽然有遐家己掠做伊家己是义人的来批评我、攻击我，总是我的心犹原要坚定仰望你。我要投靠你，求你毋通互我放伫孤单可怜，求你保护我脱离歹人有我所设的网络，甲作恶的人的圈套。愿歹人落伫家己的网络，我却会当逃脱。即句话意思是咧讲啥话？是咱真侪时阵会将着这当作是上帝求你保护我，互我身体无受伤，互我无抵到落到歹人的计谋内底，拢是咧定定咧讲哦，歹人，就是有歹人，我今日生活才会遮艰苦。但是这毋是代表的祈祷，代表的祈祷毋是讲有歹人，我的生活遮尔艰苦。你有的时阵会遭受到莫名其妙的礼骂啊，会啊，真正是有影。总是你爱斟酌哦，代表你已经早就亲情错知影，毋通反复回想一个无欢喜的代志。一个人甲你骂你两句话尔，吼骂你两句话尔，结果你家记一年，安尼你就是互迄人骂偌久，骂一年，你无咧当戇哥。伊人会甲你骂两句尔，你互伊骂一年，所以。代表你真清楚知影这个代志，伊毋是咧面对这个代志。代表的祈祷上界重要一项代志是世界险恶变甲这款情景，公义完全颠倒头柄。你有看到？红乌西做官愈做愈大，乌道的生活改成嘛愈来愈好，但是咱这善良的老百姓。改成过得足艰苦，这就是今仔日世道就是安尼啊。那呢，迄个时阵，咱会安怎样啊？想安怎样啊做？咱是要放弃信仰，还是要坚持生活，要照上帝话语来行？这就是诗篇141篇上界重要的主题：性别的祈祷。上帝。求你帮助我，虽然世间人拢安尼做的时阵，求你保守我的心，互我无甲因共款。毋是求我的身体无互歹人陷害，代表的祈祷是讲上帝啊。虽然就是我，互人陷害，甲亲像骨头，互人对毛仔布挖出来共款，亲像累残的人，甲土甲世界拼，我就是落甲遮尔可怜的时阵，上帝求你帮助我，毋是除掉这歹人，是上帝求你帮助我，互我无变做歹人。这是诗篇141篇上界重要的祈祷，互我过一个圣洁、圣别的生活。亲爱兄弟姊妹，香港的影星高田乐，有一摆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迄阵啊，伊受访问的时阵是真侪人对着伊有真侪攻击，讲伊伊伫中国内地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就是遐无人打卡到的所在，起了超过100座的5万小学、希望小学，超过100座。了真侪人就拢伫迄个所在讲伊就是安尼啦，摕钱啦，做名声啦，根本伊都毋是啥物好人。好安尼一世纪真侪人伫迄个所在安尼甲伊。酸肠就对啊，破坏伊的名声。了，迄个时阵，人就来甲伊访问，了讲，伊就甲伊讲，你对这代志有啥物要说明？有啥物想法？你会足艰苦袂？你敢知伊安怎应？伊讲真正厉害的人啊，内心强大啊！你毋免去插人遐10嘴狗鸟的话。咱的心有坚定甲上帝的话安定伫天，永远无改变
无论世界安怎样变化，上帝，我相信你的话语安定伫天。我只要照你的话来行。魔鬼用着各样的诡计，引诱咱、迷惑咱、陷害咱，兴起遐不义的人来攻击咱，甚至甲咱拍甲代表讲啥？阮的骨头袂输甲互人安尼挖出来，四界蛋亲像累残的人，甲伊拖甲四界拼。上帝到即款情景的时阵，我犹原向你恳求，上帝，我向你一个祈祷，互我莫变歹去，互我犹原知影你是公义的上帝，互我真正活伫你的正直内底。亲爱兄弟姊妹，身体会较无舒适，咱的祈祷。但是代笔的祈祷是超越讲上帝啊，我的身体艰苦，求你互遐歹人遭受报应，毋是。伊超越这个祈祷，伊是讲上帝啊，我向你祈祷，互我灵性得到保守，互我一生一世遵行你的话语，活伫你的面前，通互我诚侪圣洁的器具。得你的路用，逃脱身体的伤害，会互人得到健全，这是对的。但是代笔的祈祷，伊是逃脱灵性上渐渐的沉沦。谈拄则咱有讲过，头先是禁止买手是安，头先是对伫后壁，买手是安怎同齐做伙行。头先的时阵是别人抢来互你，到落尾是咱去和人做伙同齐抢。所以代笔伊的祈祷是上帝，求你互我逃脱灵性上迄款渐渐的沉沦，因为伊真无容易互人发觉，无互人去察觉到。所以伊讲上帝，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灵性上的沉沦，好安怎，我就会得到真正的活命。人生的路途、信仰的路途，遮尔啊重要，咱着怎样啊行？试探是一生之久，这是美利达一个脚踏车公司伊所写的一个举办一摆的这个比赛。了后呢，伊伫迄个所在讲有一个这个牌过一个，因为有足侪爬行的所在。了后，伊就讲加油！你已经过了这个坡就过这个桥已经过啊。因为过来爬行，但是伊下面的时阵，伊是安怎讲呢？伊讲恭喜你，还佫有其他的行，安怎咧等你？所以你的人生内底，毋是一坎过了就过去啊，还佫有其他的坎。代笔所以经历人生各种的体验，伊战争过歌利亚，伊伤害过乌利亚，伊的人生内底又佫互伊家己的囝追杀。伊做王的时阵，一世纪未做王进前，一世纪受追杀；做王了后的时阵，互伊家己的囝追杀。伊人生遮尔济苦楚，但是伊体验过人生内底上界重要一项代志是讲，上帝啊，我求告你，我求告你，我举手求告你，是安怎？伊爱安尼遮尔啊强烈的祈祷。因为伊知影性别是一生的功课，更较重要是伊有永远的名声甲福气。所以诗篇51篇也是代笔的祈祷，伊向上帝祈祷。诗篇51篇内底上界重要迄句话是啥？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灵，互我犹原得到救恩的福乐。这是诗篇51篇上界重要的一句话：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灵，互我对你犹原得到救恩之乐。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代笔的祈祷，性别的祈祷，也是咱的活命内底上界重要的一个祈祷。
耶和华是性别的理由甲源头，人无法度靠家己性别，独靠着耶和华上帝怜悯，靠着基督宝血的洗净，咱才有能力会当赢过罪恶，赢过歹。性别是掠耶和华做咱活命的正确。什么叫做活命的正确？除了上帝看做正确的以外，拢总无正确。这就是叫做生命的正确。咱的生命独遵守上帝的话，其他咱无别条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会得到救恩。圣经讲什么话？除了伊以外，别无别的拯救，因为伫天顶地下，并无赐了新的名，其他的名，咱就通靠着得救。所以性别是掠耶和华做咱生命的正确。上帝看做正确以外，拢总无正确。上界落尾，性格会互人闪开所有一切的歹。以及魔鬼所设，看起来水水，后壁有陷阱，所有一切的陷害。咱爱有智慧，殷勤读圣经。牧师搁再一解讲，爱殷勤读圣经，殷勤祈祷上帝能力保守因带咱，通互咱诚侪圣洁的器具。互上帝会当录用你，你会当行使上帝国的权柄，会当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人生，改变你的家庭，会当愈来愈进入上帝的救恩甲福乐。愿咱定定持守这个性别的祈祷，毋是歹人无去，是咱活伫歹人的世界，犹原会当活出圣洁神圣的活命。三甲额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求你保守阮的嘴，照顾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用圣经的话语来洁净阮的言行举止，搁较恳求圣灵。定定提醒阮，帮助阮，互阮的有能力、有圣灵的能力，来拒绝罪恶的引诱，互阮无计较，甲这个世界的罪恶歹人同行同款的路，乃是叫阮行伫主你的真理内面，互阮会通诚侪圣洁。合乎主用，互阮诚侪君尊的祭司、荣光的器具，不但见证上帝，也互阮甲上帝同得荣光。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咱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做伙来奉献。咱同齐伫主的面前，用敬虔甲感恩的心来奉献。每一届的奉献，拢是咱对上帝听从的回应。也是伫主的内面，咱着上帝讲：主啊，互我亲像大笔共款，我上帝你祈祷，我悔改，我谦卑，我甲家己归正伫上帝你的面前，我将着我家己。奉献予你，咱三甲做伙同齐来吟唱这首的诗歌，同齐来奉献。三甲做伙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着打拼，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
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行。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使我心用倚在，你用温柔手牵我心期待。听到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福。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我做工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行。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使我心用倚在，你用温柔手牵我心期待。听到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福。愿主耶和华亲自听见你祈祷的声，用伊永远的疼痛甲公义款待怜悯你，祝福予你用笑允款待你，予你举起救恩的杯，世界来传扬耶和华的圣名，佮保守看顾你的身体健康、灵魂勇健，予你甲你的家伫耶和华的面前大得平安、稳定、疼痛甲福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的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